藏服嗰啲咁樣喎。60後退休生活，阿喵啊，我又去旅行啦！我哋今次去地方咧，我好想去好耐噶啦。咁啊，但係自從咧我去過南北疆啦、青海啦同埋稻城亞丁之後咧，咁我先再敢去。呢個係邊個地方咧？呢個就係西藏啦。咁今次除咗呢個地方比較特別啲嘅咧，就係我哋嘅家庭旅行。我今次會帶埋我2個仔一齊去㗎。Hello。係啦，咁我哋今次咧就喺香港坐飛機過成都，然後跟住喺成都再坐飛機去林芝睇桃花。啱啱好而家就係佢哋嘅桃花節。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坐大巴一路去到咧就向西行，就去西藏布特拉宮。然後我哋就坐火車青藏鐵路就落翻去西寧。呢個就係我哋全個行程，總共係12日嘅。咁而家你跟住我哋去旅行啦。我哋今次同樣都係揾西安做旅行社嘅朋友幫我哋安排行程。由於西藏嘅旅遊巴士咧就較細，所以咧我哋只係有16位團友參加嘅啫。12日嘅行程團費就係11,800蚊，另外再加3程機票4030蚊，總數就係15,830蚊。另外咧導遊司機小費每人人民幣70蚊。我哋今次去西藏旅行呢，因為係高原地帶，所以咧我哋出發之前呢，就要準備防高原反應嘅藥物啦，一啲防曬嘅用品同埋御寒衣物嘅。除咗高原氣候嘅問題咧，飲食都係要留心嘅。由於我係一個糖友，每次去旅行咧都好擔心啲食物唔適合，而酒店嗰啲早餐多數都係粥粉麵飯為主，戒口又驚唔夠營養喎，容易見攰啦。指數唔穩定咧，又會頭暈同埋手震。我哋出發去旅行前咧，我都會帶備雅培怡寶康㗎。如果係長程嘅咧，我就會帶罐裝；如果係1至2日嘅短程咧，我就會帶即飲裝，一擰開就飲得，非常之方便㗎。早餐嘅時段攞出嚟，由佢自己調配飲用，代替早餐。佢有時夜晚黑咧係會要食宵夜嘅喎。以前你宵夜係食啲乜嘢㗎？零食啦，麵包啦，甚至有時係食朱古力添啊！自從咧佢飲咗雅培怡寶康我嚟做宵夜之後咧，就能夠有效穩糖啦。我哋咧都好想同大家一齊分享好嘅產品㗎，所以喺呢個影片裏邊咧就推介雅培怡寶康俾大家。我以前做護士喺醫院同埋喺院舍咧，都會俾有需要控糖嘅朋友仔咧飲雅培怡寶康嘅喎。咁我見效果都幾好喎。當知道老公咧佢有控糖問題嘅時候咧，咁我都有俾佢飲，每日早餐1杯，穩定糖分，補足全面嘅營養，玩足成日都咁輕鬆啊！而家咧佢哋就出咗升級版，裏邊咧就有4倍嘅肌醇。臨床醫學實證咗係可以全效穩糖㗎。糖友平時咧就容易攰，雅培怡寶康有18種嘅營養素同埋糖穩妥組合，營養均衡，飲完個人就冇咁容易攰。出發前飲1杯可以代替早餐，頂肚又可以控糖。我哋日常飲食咧就以低升糖食物為主，再配合雅培怡寶康，穩糖自然安心又有力啦。每次沖調我都會落5瓶匙嘅雅培怡寶康入去200毫升嘅室溫水，攪勻就可以飲得㗎啦。因為雅培怡寶康係冇乳糖嘅，所以有乳糖敏感嘅人士都可以安心飲用。飲勝！而家撳入條片下邊嗰條 link 做登記，就可以免費攞到試飲。嚟緊我哋仲會舉辦糖友旅行團，詳情就留意雅培佢哋 Facebook 專頁啦。大家都想同我哋60後一齊開開心心玩一日，就快啲報名啦！2025年3月30號，我哋由香港國際機場開始出發，坐飛機由香港去成都。到達成都機場咧，就已經係夜晚黑嘅10點鐘啦。領隊麥先生已經喺機場度等我哋一齊返酒店度休息。準備第2日坐朝頭早7點40分嘅航班，由成都就飛去林芝。雖然今晚入住嘅成都天富國際酒店咧，環境就非常之舒服，
但係由於我哋需要喺第二日朝頭早嘅5點半出發去機場，所以咧就未能夠享用酒店嘅設施，同埋慢慢品嚐佢哋嘅早餐啦。匆忙咁喺成都機場咧食咗個康師傅牛肉麵，唔知道係咪肚餓嘅關係咧，竟然同我哋平時食嘅方便麵咧係有唔同嘅喎。麵質咧就係嫩滑，牛肉份量又多，而且咧又好入味添。食完麵剛剛好，夠鐘上機，開始踏入我哋去西藏之路。個仔有冇嘢？兩個仔有啲心跳快，係啊，慢動作，鼻吸口呼。心跳快呢個邊緣咧？我哋終於就係嚟到呢個就係林芝，係入藏必經之路啊！都唔係必經嘅嚇，入藏之路。咁後邊就係機場，咁啊周圍咧其實喺飛機上面咧都已經見到好多桃花啦。林芝市咧就係位於西藏自治區東南部雅魯藏布江嘅中下游，面積咧就有11.7平方公里。林芝市轄下咧就有一個市轄區、5個縣同埋1個嘅縣級市，海拔咧就平均有3000米，常住人口接近24萬，而佢哋就以藏族為主，佔74%。麥先生安排我哋今次嘅行程咧，就係由林芝坐旅遊巴出發，沿途咁樣去玩，俾我哋咧就慢慢適應，減輕身體對於高原反應嘅唔舒服。而且為我哋安排咗一部全新29座、11米長嘅旅遊巴士，佢係有中門嘅，同埋係2+1嘅座位，令到我哋全程都坐得係好舒服啊！今次西藏遊當地嘅導遊咧就係小李，一見面咧佢就立即為我哋每位團友獻上哈達。傳統上獻哈達係蒙古族、藏族嘅一種崇高嘅禮節，係表達純潔、誠心同埋尊敬。上咗車之後，我哋沿住機場高速江派公路，直達我哋第一個景點就係雅魯藏布大峽谷。沿途無論係馬路兩旁，抑或係村莊，呢度咧都係有盛放嘅桃花嘅。根據導遊小李講咧，呢啲個桃花咧都有上幾百年嘅歷史㗎，全部都係野生嘅，係啲牛羊食過啲桃花嘅種子之後咧，然後將啲種子散播到去四周而成嘅。中午嘅1點鐘食飯時間，我哋去到景區附近一間餐廳度食午餐。呢一餐有魚有肉有素菜，味道都唔錯嘅喎。雅魯藏布大峽谷1點半鐘，我哋就到達咗景區嘅入口。首先呢，就要喺景區入口嗰度坐佢哋嘅區間車入去景區。第一個景點呢，就係大道卡古堡遺址。大道卡意思就係放馬嘅地方，係以前村民佢哋放馬嘅地方。呢度咧亦曾經係公布王嘅莊園城堡，後嚟咧佢同波密王開戰，喺戰爭之中城堡就被火炮摧毀，成為現今嘅遺址啦。呢一度咧就係大峽谷嘅入口段，由呢度開始咧就進入咗雅魯藏布大峽谷啦。佢係世界上最大最深嘅峽谷。全長咧就係504.6公里，最深嘅落差咧有6009米啊，遠超最深處只有2000米嘅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啊！喺呢一個位置，天氣好嗰陣時候咧，仲可以遠遠咁望到海拔7782米嘅南迦巴雅峰，係西藏最古老佛教雍仲本教嘅聖地，唔輕易露出佢嘅真面目，所以咧亦被稱為修女峰。行完第一個景點大道卡遺址，再坐區間車去下一個景點，就係愛情廣場啦。上車！行車5分鐘就已經到第二個景點愛情廣場。裏面呢就係一個大廣場，有一個舞台，定時有人喺度表演。旁邊呢就有一塊大石，上面呢就刻滿咗藏文。
舞台後邊咧就有一棵樹齡1450年嘅千年古桑，樹高就8米，年年開花，被當地人譽為幸福美滿同埋長壽嘅象徵。我哋圍繞住千年樹行咗一個圈之後咧，就通過遊客通道離開，繼續坐區間車去下一個景點南迦巴雅觀山台。呢個景點除咗有一個大嘅觀山台同埋一個318標誌路牌俾你打卡影相之外咧，亦有一間全景嘅咖啡廳。你可以喺呢一度買一杯咖啡，面對住雅魯藏布大峽谷。但係如果想喺呢一度睇到南迦巴雅峰，就只能夠彎腰側身咁樣去睇啦。好，第4站親水台啊！哇，有溫泉嘅喎呢度。但係最令我苦惱嘅呢，就要行呢條長長嘅樓梯先可以去到江邊。呢個意味着我哋玩完之後要喺海拔3000米以上行翻條長樓梯上嚟啊！喺途中我哋遇到一隻可愛嘅，你係撞香豬啊？係咪啊？俾佢喎，佢隻耳仔嗰度釘咗牌㗎。哇，好靈敏㗎喎，嗬！豬好叻㗎，豬聰明過狗㗎。係咩？豬仲聰明過狗？豬聰明過狗㗎。我冇嘢食喎，但係你個豬樣咁肉酸嘅。咩啊？你咁可愛嚇？你覺得佢可愛啊？係咯，咁可愛。之後咧，我哋就經過一個溫泉。裏面嘅設施咧就較為殘舊，亦唔見有工作人員。唔通呢一個溫泉已經係作廢咗？即係俾你浸腳嘅啫喎，呢度係咪啊？穿過溫泉之後咧，直落就係雅魯藏布江邊啦。雅魯藏布江發源於喜馬拉雅山脈，全長2057公里，係中國最長嘅高原河流，橫貫西藏。喺中國境裏邊全長超過2000公里㗎，繞過南迦巴雅峰，急轉120度向南，最終流入印度。玩完雅魯藏布大峽谷之後呢，我哋就坐翻車翻去林芝市。今晚嘅晚餐就係牦牛石鍋，除咗石鍋裏邊有牦牛肉之外，仲有3盤嘅牦牛肉片，同埋有3碟肥牛嘅牛肉卷，同埋有好多嘅素菜。但係呢一個份量點可以滿足我2個仔嘅食慾啊？於是咧我就自費用68蚊加咗1碟牦牛肉片，最終大家都好滿足咁翻去酒店度休息啦。食完晚飯翻酒店，酒店嘅安排咧，我哋要求麥先生喺環境許可之下，都為我哋安排4星級以上嘅酒店。今次呢一間酒店都唔錯喎，喺大堂嘅旁邊呢就有2間吸氧室，哇，可以落嚟吸下氧喎，氧吧。一入門口呢就係一個洗手盆，係喺度梳洗。佢真係呢同你分開咗咁好喎，嗬。又係智能廁所，然後入咗廁所呢，呢邊呢就係沖涼噶啦，咁啊有晒啲沖涼液啊咁樣。好，睇完廁所出翻去，呢度有個衣櫃，隔離企身鏡，入到嚟2張床。咁咧佢有一個特別嘅咧，就係喺床上邊咧，佢係有得供氧嘅。咦，佢好似一路打開緊，我聞到有，係咪有？咦，佢已經係喺度噴緊氧咯喎。係啊，頭先佢講啲氧係免費嘅喎。呢個係叫做加濕機啊。加濕機。係啊，加濕機。有2樽水。整體成間房好舒服。呢個阿麥生同我哋安排啲房咧都好舒服㗎。呢度有一張梳化仔。咁佢哋喺度坐。下一集呢，我會同大家繼續遊西藏，去海拔4750米嘅色季拉山口，然後繼續去接近海拔3400米嘅魯朗小鎮。傍晚去遊覽海拔接近4000米風雪中嘅鹽烏湖，仲有同大家分享點樣有效預防高原反應。好，今日我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
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片嘅，請俾個 like 我。未訂閱快啲撳訂閱掣同埋旁邊嘅小鐘仔，我有新片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啦。好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